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阿 Ann 與阿 Lam 呢個頻道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姜雲呢位粵劇前輩嘅口技同埋諧趣人生。喺粵劇嘅璀璨星海裏邊，有咁樣一位以佢嘅獨特口技同埋非凡諧趣著稱嘅藝術家姜雲。佢嘅故事就好似一部生動嘅傳奇咁樣，跨越咗清末民初嘅時空，直到而家仍然令到無數嘅戲迷津津樂道。昔日嘅粵劇舞台上邊，男丑生嘅角色亦都叫做諧生，往往佢哋一出場呢，就係以詼諧幽默嘅表演，迅速咁捉住觀眾嘅心弦，引發大家陣陣嘅歡笑。呢啲角色我哋通常都叫佢哋係鬼馬或者生鬼嘅。佢哋嘅演技精髓呢，就係在於動作詼諧啦，語言之間有味，先至可以稱得上為上乘。而姜雲呢位出身響宦門嘅英俊青年，佢天生就帶住一股幽默感，佢嘅動作活潑，未入行之前呢，就已經俾鄰里親戚叫佢做通天曉噶啦，足見佢嘅詼諧嘅才華早已經顯露無遺。響清末民初，知士班興起，佢哋嘅宗旨係改良戲曲，重塑角色，為粵劇界帶嚟一股清新嘅風氣。其中邱天影作為先驅者之一，係匯聚咗一班熱愛戲劇、學識淵博嘅世家子弟。佢哋唔係傳統嘅戲班出身，但係就憑住對戲劇嘅滿腔熱誠同埋不懈嘅努力，重新定義咗粵劇嘅可能性。美雲俠即係姜雲響邱天影裏邊嘅藝名，佢以唔同嘅流俗嘅演技脫穎而出，扮相雖然冇鬼馬古怪，但係就可以令到每個角色都深入人心，贏得觀眾嘅一致好評。喺姜雲嘅演藝生涯裏邊，最為人稱道嘅莫過於佢嘅出神入化嘅口技啦。喺漢宮恨嘅紅葉題詩一幕裏邊，佢同小生金山炳同台獻藝，姜雲運用口技，無疑百鳥爭鳴。佢嘅聲音清脆悅耳，令到在場嘅人都仿佛置身響春日林間，心曠神怡。而響大鬧廣昌隆嘅店房場景裏邊，佢更加係技驚四座，一曲嘆五更，小調裏邊又穿插住一啲貓叫啦、狗叫啦、鼠吱、蚊鳴同埋雞鳴等等，聲聲逼真，令到人拍案叫絕。咁樣嘅表演不但只展現咗姜雲深厚嘅藝術功底，更加將粵劇嘅表演藝術推向咗另一個新嘅高度。除咗口技之外，姜雲仲係一位多才多藝嘅萬能老倌。佢反串花旦角色一樣係有聲有色，尤其係模仿俏麗霜嘅歌喉，真係可以亂真。無論係咩嘢角色、咩嘢場景，姜雲都可以以佢嘅精湛嘅演技同埋獨特嘅魅力，將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，令到觀眾留下深刻嘅印象。姜雲嘅卓越表現不單止令佢響粵劇界聲名鵲起，更加贏得咗同行嘅尊敬同埋觀眾嘅喜愛。原班出身嘅男丑都紛紛甘拜下風，其中仲有好多人向佢拜師學藝，譬如佘仔李啦，就係佢嘅得意門生之一啦。姜雲嘅演藝生涯不但係佢個人才華嘅展現，更加係粵劇藝術傳承同埋創新嘅生動寫照。而家當我哋回望嗰段輝煌嘅歲月，姜雲呢個名依然係熠熠生輝。佢嘅口技同埋諧趣人生已經成為咗粵劇史上面不可磨滅嘅印記，激勵住後來者不斷前行，探索戲曲藝術嘅無限可能。好，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記得訂閱啊！拜拜。